杨眼睛在张姐手中，仿佛也多了一份知性和优雅。90几年的时候，我是靠骑着摩托车去买菜，顶着北风，顶着上坡，把这些东西都推到家里。艰苦创业的张姐对待杨眼绝对温柔。她自创独门眼保健操，让杨眼在水深火热中焕发新生。突破性的冷水刺激法，强效护理眼球最外层机制。外观上看鲜艳度就是有回弹性，那必须得不能瘪。眼球被一剁为2，方便入味。眼睛虽不完整，却依旧水润紧致。接下来，张姐化身火焰战神，让养眼们浴火重生。